你覺得呢一張塔羅牌想同你講啲咩呢？新開始、自由定係冒險呢？如果你第一時間諗到其中一個答案，其實你已經開始識得解塔羅。因為解牌呢，唔係一開始就死背晒78張牌，而係學識理解每一張牌想帶俾你嘅信息。例如呢一張愚者牌，好多人第一眼都會聯想到新開始、冒險、踏出第一步。其實相當直接簡單，就好似看圖識字咁。咁新手學塔羅呢，其實可以跟住3個簡單嘅步驟。第一步，當然你要先知道自己想問啲咩啦。例如你會問我最近嘅工作運會點？第二步呢，就係抽牌啦。假設你抽到嘅就係呢一張愚者牌。第三步就係將個牌意放翻入去個問題嗰度。例如你問工作嘅愚者牌，可能就係代表最近會帶嚟一個新嘅開始，鼓勵你勇敢踏出第一步。但係如果你唔係問工作，而係問我同某某嘅關係會係點呢？同一張愚者牌可能代表呢一段關係呢，正準備進入一個新嘅階段，而你需要勇敢踏出第一步，主動一啲。所以你見唔見到啊？牌冇變，變嘅其實係你問嘅問題。真正學塔羅唔係背答案，而係學識點樣將個牌意呢套翻入去唔同嘅情景。最後就考下你啦。如果唔係問工作，唔問感情，而係問我最近嘅金錢運會係點？咁呢一張愚者牌你又會點樣去解讀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你嘅答案。如果你想由零開始學識呢一套解牌嘅思維，而唔係死記78張牌意，歡迎參加我嘅實用塔羅工作坊。我會一步步帶你由零開始，真正學識解牌，做塔羅占卜。DM Tarot，我會 send 個課程資料俾你。